互阮会当三个组织来到你面前，做伙来亲近你，做伙来敬拜你。阮确信这是你极大的恩典。阮求你，互阮会当通过领受你的话，通过甲你相亲近，得到快乐，行阮头前人生的道路。从阮今日礼拜对头到尾，拢交伫你的手，互阮所有服侍的同工会当对你来智慧快乐，会当帮助所有兄弟姊妹来到你面前，甲你相拄。从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也拢交伫你的手，阮求你亲自入到阮的心内来做工，互阮开阮的心门。来领受你的话，做阮生命的帮助。从阮今日礼拜交伫你的手，阮求你来引带带领祝福。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
着趁耶和华通找到的时来找伊，伫三更的时就叫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不义的人着改换伊的念头，归向耶和华。伊要怜悯伊，归向咱的上帝，因为伊要骗行赦免。咱即时要三个来吟诗圣诗58首，圣诗58首，天下万国众人着听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咱即时要下头来祈祷。万权能的阿爸爸上帝，阮正信的兄姐伫主的生日来到圣殿，要来敬拜你。阮要专心感谢耶和华，阮们保养你的一切作为。伫这疫情冲击全世界3年久，感谢主保守看顾。或者疫情会当慢慢得到平静，互原本因为疫情的关系伫线顶做礼拜兄姐，会当回家来到相连这个大家庭，斗阵来敬拜你。主啊，你是圣洁的神，阮却是有罪的人。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圣子，正做挽回祭，已经救咱脱离黑暗的权势，来搬刷咱人入伊所听的囝的国度，正做上帝百姓。阮本应该做光做盐来荣光主你的名，阮却是因为人的有限甲软弱，该做的好无去做，无应该做的歹偏偏去行。主啊，阮来到你的面前，阮要来悔改认罪，求主你搁一遍用你的宝血来洁净阮的罪过。
互阮会当坦然无惊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搁一遍领受你的恩典甲快乐。主啊，阮即时要特别来为着阮所敬听的主任牧师来祈祷，因为伊身体欠安，带着奉你的名所设立的马街病院来治疗，恳求主你的怜悯，医治的大权能是落伫你忠心的奴仆蔡牧师的身上，互伊会当早日来恢复健康，心灵拢得到勇行，紧紧倒转来到阮的中间，带领阮继续伫主的道路来跑走。主啊，12月份是主你赐下独生圣子救赎世间人的月份，也是阮做基督徒上好甲人传福音的月份。恳求圣神你大大催逼阮，互阮无掠福音做见效，互阮认真去邀请阮的亲情甲好朋友来参加教会庆祝圣诞活动。主啊，阮要感谢俄罗你。昨昏伫新庄分堂举办福音布道餐会，你亲自保守带领80几位的迷信的亲友来参加这次的聚会。你透过诗歌见证以及牧师的分享，深深感动在座的每一个人。恳求圣神，你继续大大做工伫阮的当中，互阮继续用疼心甲热情引带这群迷信的亲友。直到因进入教会受洗，成做你的儿女，成做头色的果子，伫新庄分堂献予你。主啊，我嘛需要你大宽容的能力，搁做灌入伫阮每一个人的身躯，互阮无论是伫本堂、分堂，也是伫教会、伫阮厝的，也就是伫阮的生活现场，阮拢会当成做你荣光的见证人，来荣光主你的名。主啊，阮的祈祷也是无完全，阮只是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来祈祷。咱即时要来启文写记载伫圣诗28篇28篇圣诗后面第42页，我来启会众来引。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捌我，你对远远知我的念头。我一切所行的，你也深知。你伫我的前后为我，这款的财物奇妙，我袂会测度。我要去倒落闪避你的神呢？我若上天，你伫遐。我若体开清早的时，就若伫遐，你的手也要引带我。我若讲黑暗要掠砍我，就黑暗也袂会遮砍我，互你无看见。黑暗暝亲像日时发光。上帝啊，你伊的意思对伫我，到这宝贝。
我若要算伊比海沙较侪。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带我行好，接续咱赞美学乐，咱妇女合唱团要甲咱学乐诗歌是咱通献啥物互伊？感谢妇女合唱团用这水的诗歌，带咱斗阵来学乐咱的上帝。咱这时要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路加福音15章第1甲第3节，第二个部分伫11节甲32节，拢是伫现代中文译本123页，台语汉译本88页。我这时要用中文现代中文译本来读。有一摆，真侪无岁甲歹人拢来听耶稣讲道。法利赛人甲经学师埋怨讲，这个人竟然接纳歹人，也甲因做伙食饭。因为安尼，耶稣甲因讲一个譬如。耶稣继续讲，某人有2个囝，迄个细汉囝对老爸讲：“爸爸，请你即马就甲迄个
我应该得的产业分予我。大伯爷就甲产业分予两个囝。过几工，细汉囝甲本着的产业卖掉，钱砸咧，离开了厝内，去到真远的所在，伫遐乌白开会，过放荡的生活。第14节，当伊开完了所有的一切，迄个所在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伊就非常的散赤，只好去投靠当地一个人。迄人找伊到农场去饲猪，伊恨袂得摕猪只的豆叶来煮鸡，毋过无人互伊任何的物件通食。最后，伊醒悟过来讲：我的老爸遐有做请工，因米娘到野有村，我颠倒伫遮枵死吗？我要起来，返去我老爸遐，对伊讲。爸爸，我得罪了天，嘛得罪了你。我无阁有资格做你的囝，请甲我当做你的请工。安尼，伊就起身返去老爸遐。伊离厝还阁真远，老爸看到伊，就满有怜悯的走往前去，甲伊揽咧，直直甲伊针。囝讲：爸爸。我得罪了天，嘛得罪了你。我无阁有资格做你的囝。毋过老爸吩咐老婆讲：赶紧摕上好的衫，互伊穿；摕手指，互伊挂；摕鞋仔，互伊穿。甲迄只肥的牛仔牵来抬，互咱摆设宴席来庆祝。因为我即个囝是死去有过我。失落有阁得到的，所以因着三更欢喜。第25节，迄时大囝当伫农场，伊转来离厝无偌远，听到音乐甲跳舞的声，伊叫一个萝卜过来，问伊讲什么代志。萝卜因讲：恁小弟转来，恁阿爸看伊无知无变转来，就抬肥的牛仔。大囝非常的生气，毋肯入去。伊老爸出来劝伊，伊煞对老爸讲：你看，遮多年来，我亲像奴隶共款为你工作，拢无违背过你的命令。你敢捌互我什么呢？连一只细只羊仔囝，拢毋捌互我甲朋友闹咧一个。毋过你即个囝，伊甲你的财产开废伫充饥的身躯。即马转来，你着为伊抬肥的牛仔。老爸对伊讲：囝，你常常甲我做伙，我所有一切拢是你的。毋过你即个小弟是死去有过我，失落的有过得到的。咱为伊摆设宴席来庆祝是应该的。上帝话读到遮，今仔咱要本堂的音乐师要甲咱传讲的信息是回家转来。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佮照安尼去行的人，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大降节的第3主日，我想也是咱准备家己来迎接救主降生一个真重要的时间。咱今日要搁一届通过耶稣所讲这个咱真实的譬喻无论是叫做浪子回头的譬喻，也是叫做主爱的老爸的譬喻，咱要做伙来思考上帝对咱的呼召是甚么，以及咱要怎样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咱即时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感谢你用你的恩典，互阮通参加组织，过来到你的面前，甲你相亲近，也做伙通过领受你的话来伫着提醒甲帮助。主，阮要恳求你的信心，即时间参加地地，
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互你的话进入到阮的生命内底，成做阮的快乐，成做阮的提醒，让阮一生会当成做你所欢喜、你所祝福的囝儿。将阮下面的时间交伫你的手，恳求你大大来祝福阮。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伫开始分享之前，咱要做伙来看一幅图哈，伫咱的荧幕顶悬的这幅图。这幅图伊的名叫做《浪子回头》哈，就是咱伊的内容，就是咱今日所要分享的这段经文真有名这段经文哈。伊的作者嘛真有名，叫做林布兰特哈，林布兰哈，伊是17世纪真出名一个荷兰的画家。伊迄个时代的画风哈，叫做巴洛克的画风哈。因现在用的一个方式，就是真强调明暗哈，光的所在、暗的所在，用来做一个对比哈，来表现伊所要表现的这个主题。伫这个图内底，咱会当来看哈，就是咱这段经文所要讲的。有几个真重要的人物这个是比如内底的老爸这个几个，这个是细汉囝，徛伫边这个这个就是大汉囝咱嘛来看这个图内底几个重点咱有讲巴洛克的这个画风真强调明亮、明暗的对比所以咱若咧看因的图，你看迄个图内底上较光的所在通常就是伊要强调的一个点这老爸的面非常的光，非常的慈祥，非常的慈爱，代表伊对这个细汉囝的接纳、接待。咱来看这个老爸的手，是放伫这个细汉囝的肩胛头顶面，表示对伊的接纳。对，虽然这细汉囝非常的落魄啦，非常的无解清气，总是爸爸又愿甲咱，又愿甲接纳。这大汉囝的面又圆真光，所以表示这嘛是这段经文的一个重点。若是咱看伊的表情，和爸爸的表情就真无共款。大汉囝的表情是真严肃，真有距离感，感觉保持一个距离。静静啊咧看这个小弟转来要创啥来看这大汉囝的手，伊的动作嘛和爸爸真无共款，伊是手安尼压的毋是拍开的接纳，是安尼也袂保持这个距离感这幅画是林布兰伊伫要过身进前所画的一幅画伊伫这幅画内底表现真多伊对这段经文的理解。这幅画嘛，互真侪人会当得到感动特别伫迄个时代，侪人检测无一定捌字，但是因通过这个图画，通过圣经故事这个画因会当进一步来了解圣经的经文。咱大家若是有印象咱才伫4个月前8月初7父亲节主日，咱有缘有用这段经文和大家做分享当时是因为蔡牧师迄个确诊啦所以我临时替伊讲总是咱今日的经文有增加3节第1到第3节。希望通过这3节，咱会当做伙来了解耶稣咧讲这个譬喻的时，伊的对象是甚物人。我想了解耶稣讲这个譬喻的对象，会当帮助咱更加了解耶稣这个譬喻的重点是甚物货所以咱通过第1节到第3节，咱会当真清楚看到耶稣讲这个譬喻的时，有第一阵的对象，就是冒税和这个歹人冒税和歹人所指的，就是当时为了钱财、为了利益所行所做，是违背上帝的律法。也是因为其他种种的原因，伫因的生活内底无法度做严谨、做严格来遵守律法的人，这个人和这个虔诚的犹太人认为是失去上帝恩典的人，所以因和众人来看轻、排斥，也无受到接纳。这群人因真心想要听耶稣的讲道，因为只有耶稣愿意接纳因，愿意和因做伙。这是第一群人另外一群人是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因和头前迄群人是完全无同款的一群人，因是真严格的遵守律法，甚至是负责教导律法的一群人，是真受人尊重的宗教领袖，嘛，互人认为是完全合上帝心意，是一个完全的人。
毋若是别人安尼看因，因家己心内嘛认为，阮是完全的吼，是一个义人，上帝所欢喜的。因来到耶稣遮，和头前迄阵人的心态真无共款。因毋是真心要听耶稣的教导，因是用批判的态度来到耶稣面前，想要找话芳来攻击耶稣。耶稣通过这个譬如，对这两阵背景、处境、心态完全无共款的人来讲话，咱等下会详细来看。耶稣望，毋管你是对一阵的人，你是啥物款的对象。耶稣拢望通过这个譬如，互因通明白上帝的心意。也望每一个人拢会当定心和上帝来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咱8月份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主题是天父的疼。当时甲重点放伫经文内底的这个细汉囝，伊是安怎失丧，伊安怎对失丧内底会当定心来归回。等来到厝里了后，老爸安怎接待伊，安怎接纳伊，互伊当定心成做囝儿。伫即个顶解的分享内底，咱看到这譬如内底的老爸，已经渴望和伊即个失丧的囝儿会当来恢复关系。主爱的天父嘛，拄亲像即个譬如内底的老爸共款，真渴望和每一位伊所疼的囝儿来恢复关系。即个譬如内底的即个细汉囝。真明显，就是对咱头所讲迄个第一阵的人冒税和歹人所讲的。因为这譬如内底，这个细汉囝伊的行动、伊的境况，拄是这阵人因性命的现况，因离开上帝真远，无伫上帝的厝内底，因真需要的是悔改的行动。伫咱顶解分享的时，咱的结论也有讲到。这个譬如内底有两个流浪的囝，以往拢感觉细汉囝是在流浪，大汉囝是留伫厝里，是一个好囝。但是顶解咱的结论有小可讲到，咱若详细想，其实两个囝拢是在流浪。细汉囝离开厝里，伫外口在流浪；大汉囝虽然留伫厝里，总是伊共款是在流浪。大汉囝所代表的。就是咱头仔讲的第二阵人，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因互人认为是敬虔、是顺服的人，但是耶稣通过这段譬如内底大汉囝的代志，要甲因教导。其实因早就已经失去和上帝中间迄款正确的关系，甚至是已经失去囝儿，成做上帝囝儿的身份。所以这是对因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提醒。以往咱会较忽略这个大汉囝伫这个譬如内底的角色，我想这较可惜因为咱若详细想，大汉囝的教导伫这段譬如内底，其实是一个重点，是耶稣和头前迄两个譬如小可无共，特别要讲的一个所在。所以咱今日会甲重点放伫大汉囝的部分，咱也要对这个经文内底来得到一撮提醒甲帮助。以往咱咧看这段经文的时，咱拢会甲大汉囝和细汉囝做一个对照。细汉囝是龙主，是业主；大汉囝是孝主，是好囝。但是咱若详细看经文内底对这个大汉囝的描述，咱会当发现，其实这个大汉囝伊的生命悠远有侪侪问题。咱就要做伙来看，这个大汉囝伊的生命内底有啥物款的问题？会当互诚做咱的提醒，咱会当做伙来避免犯共款的错误。第一，这个大汉囝伊心内有侪侪苦毒，也甚至伊是最后无愿意来接纳伊这个小弟。经文虽然无真直接来讲但是咱会当想象，这个大汉囝啥物时阵开始对这个小弟不满？应该就是进前小弟提出讲要提早分财产的事，我想这个大汉囝心内都有侪侪不满，伊会认为这小弟无应该提出这款无合理的要求，无应该违背违逆这个老爸，这是伊心内的不满。甚至咱会当想象，这大汉囝心内除了不满以外，可能佫有淡薄怨妒、淡薄嫌善。伊怨妒这个小弟
竟然遮尔啊勇敢去争取伊想要爱的物件，这是即个乖乖的大汉囝，绝对毋敢对因老爸提出的要求。伊嘛淡薄仔心生，即个小弟提出的要求，竟然爸爸答应，伊就摕着伊的财产，会当去外口过一个自由自在的生活。大汉囝一方面心内对这个小弟不满，一方面也对伊的怨妒，对伊的心生。所以咱通讲，当这个小弟失去一切，佮转来时，伊心内做不满，做苦毒，就拢完全爆发出来。所以最后伊是拒绝来接纳这个和伊完全无共款的小弟。这是大汉囝伊的第一个问题。大汉囝伊的第二个困难，第二个问题咱通做伙来看，伊是真顺服、真骨力，总是却是失去真正的喜乐。咱来看29节的经文，安尼讲：这侪年来，我亲像奴隶共款为你工作，无违背过你的命令。大汉囝一直以来拢真顺服老爸的命令，伫厝里非常的拍拼工作。但是非常的可惜，伊即款的辛苦、即款的地磨内底，未记得家己是正做囝儿即款的身份，伊甲家己当作是奴隶。真正的囝的服侍是出自即款疼的关系，这是和奴隶服侍非常无共款。你若是真正是一个囝儿，那你的服侍应该是因为疼才来服侍。即款的服侍会互你有喜乐、有满足。若是奴隶服侍完全无共款，奴隶服侍是出自责任、出自压力，奴隶服侍也只有劳苦甲重担，无有喜乐满足。我想这咧甲咱提醒，咱的身份是甚物人，有当时比咱到底做啥物代志还阁重要真济。也只有大生咱和上帝有一个正确合宜的关系。那呢，咱的服侍，咱所做，才会当合上帝的心意，才会当互上帝来祝福。我想这是咱对大汉囝，伊将家己当作是奴隶，未记得家己是上帝的囝儿，来得到一个提醒。第三，这大汉囝伊真乖巧，真听话，总是伊也真自义，真爱论断。大汉囝一直以来拢真乖巧，真听老爸话，老爸交代伊的代志，也拢会当尽力来完成。但是这个过程内底，互伊渐渐认为家己是一个完美的囝，完美的后生。伊嘛认为家己的完全一定会当换着老爸对伊的疼，换着老爸对伊的肯定。但是伊伫真内底有一个真严重的错误，就是伊感觉。老爸对囝儿的疼是用交换来的，是通过囝儿真努力、真拍拼做这代志来交换。所以伊伫即款感觉家己非常好诶，即款掠家己做义的状况内底，伊就对伊的小弟非常的不满，充满论断。我举一个例来讲我家己真做爸爸了后，会当有较深的体会。就是咱和囝儿的关系，咱当然做望囝儿伫各方面拢有好的表现，因为好的表现，咱会做欢喜，替伊欢喜。总是敢会因为伊一届比如讲考试考无好，咱敢会因为一届无好的表现，咱就讲安尼我无爱听你啊？敢会？真正爸囝的关系，毋是建立伫即款的代志顶面。真正爸囝中间迄款的疼是建立伫关系，因为你是我的囝，我听你。因为你是我的老爸，所以我敬爱你。是无条件，是建立伫关系顶面，毋是用利益来交换。所以这大汉囝伊出一个真大的问题，就是感觉伊的努力，伊做甲做完全，会当来换着老爸对伊的疼，对伊的肯定。伊嘛因为安尼认为家己已经做甲做好，所以伊就论断伊的小弟。咱来看这段的经文30节的经文安尼讲：总是你这个囝。伊甲你的财产拢开伫长期的新账。咱注意，伊安怎讲伊的小弟，伊毋是讲我的小弟，伊讲你即个囝，表示讲伊已经无接纳伊做伊的小弟。伊甲你的财产拢开伫长期新账。咱来看头前迄段，
经文是咧讲细汉囝过放荡的生活。头前迄段其实无讲到枪击啦，吼，但是这大汉囝自动脑补吼，想讲阮这个小弟遮歹吼，一定甲钱开伫迄个上界歹的所在，所以这是伊家己加起来吼。咱会当看到伊心内为着伊的小弟安做罪名，我想这嘛要真做咱的一个提醒，毋通凭咱心中已经有的迄款的印象来论断一个人。若无咱就真简单吼，真容易会亲像这个大汉囝共款，吼将罪名安伫别人的身躯顶，掠家己罪义吼，这是真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对以上这几点来看，咱会当知影。大汉囝伊的性命并毋是一个完全的性命，伊的性命内底也有侪问题，需要受调整，需要回转，需要来改变。接续咱就来看这个故事无共的人物，因的结局是啥款？但是咱真熟的这个细汉囝伊的结局就是醒悟悔改，重新转来到厝里。17节到18节的经文安尼讲。伊醒悟过来，伊讲：我要起来，转去到老爸遐去。对伊讲：爸爸，我得罪天，也得罪你。细汉囝对伊的困境内底清醒起来，搁一摆转来到老爸的厝。虽然伊认为家己无资格搁做爸爸的囝，总是咱看到经文内底，譬如内底咧讲，爸爸搁一摆无条件，完全无保留来接纳伊。互伊搁一摆成做伊的囝儿，咱会当想象，迄个时阵徛伫耶稣面头前，迄群人冒衰遮较歹人吼，因听到即个细汉囝的遭遇的时，因心内感受啥款？我想因一定非常的激动吼，因为因清楚知影，即个细汉囝的情况，其实就是咧讲因。因生命内底的那亲像是离开厝里真远，过放荡生活的这个细汉囝共款，总是耶稣无放杀因，耶稣用实际行动接纳因，互因会当感受到因是受接纳的，互因会当了解上帝其实无放杀因，上帝有愿甲因三个弟弟准备要接纳因，等待因悔改，也准备要来接纳因。耶稣通过这段的譬如，在鼓励这的人，毋通感觉恁已经互上帝放杀，上帝永远无放杀每一位，上帝愿意重新来接纳每一位属伫伊的囝儿，只要愿意醒悟悔改，拢会当个重新得到上帝接纳。我想耶稣这款接纳的行动，这款的教导对这阵看起来是伫过犯罪生活的人，对因后来的生命、因的生活一定产生一个真大的影响，互因愿意知影讲，上帝有愿无放杀阮，所以阮愿意有一个悔改的行动来得到改变。第二，咱要来看这个大汉囝，伊伫这个譬如内底，伊的结局是啥款？伊是非常的受气，毋肯入门吼。当这个大汉囝听到小弟回来，而且爸爸阁为伊摆设宴席咧庆祝，当全家拢非常欢喜快乐的时，伊的表现真的是伊的反应真的是非常的受气，毋肯入去。为什么会受气？为什么大家拢足欢喜的时，欢迎这个小弟回来，为什么伊会受气？我想上界直接的原因，咱想会到就是讲伊第一条反应是想讲，这小弟早就已经分一份去甲开了，真个回来，到时毋得爱个分一届互伊，安尼我毋得了足济我想这伊可能伊第一个反应是安尼伊想着讲，小弟已经甲伊的财产拢开完凊彩个回来，安尼对我来讲是无公平。毋过这是较表面的原因有更较深的一个原因是，这个大汉囝已经对心内否定这个小弟，看袂起这个小弟，已经认为伊失去囝儿的名分，根本就无资格搁倒来。这个大汉囝的心内的这款的受气，遮尔深，遮尔大，所以就递到伊拒绝进入这个厝内去参加这个宴会。
连伊老爸出来甲伊考劝，伊心意嘛无完全的改变。这个譬如进行到遮啊，非常的趣味，毋知咱有注意到无？这譬如讲到遮的时，有一个真大的转变。原来伫外口咧流浪迄个细汉囝，即马伫什么所在？即马转来到厝里，享受爸爸为伊备办的这欢喜的宴席。原来一直伫厝里的大汉囝，即马伫对位？即马颠倒伫外口，两个处境是完全对调，完全一个真大的反转哈。我想这是耶稣常在用譬如在讲，那像讲一个故事共款，一个真趣味的所在哈。故事内底有这款的情节的反转，吼，咱听的人会当感觉哇，这是一个足大的转变哈。当这个大汉囝啊所拄到这款的情景，嘛拄是咱都要讲的迄个第二群人哈。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因的处境，因本来通讲是互上帝特别拣选的一群人，一直伫上帝的厝内，但是即马因为拒绝耶稣对罪人的接纳，就伫这个论断内底，论断这个罪人，因感觉因无资格，论断耶稣讲耶稣无应该安尼做，和这个无清气的人做伙。伫即款的论断内底，因颠倒像这个大汉囝共款，留伫外口。失去上帝互因的恩典，通讲是非常的可惜哈。咱对这个角度来看，非常的可惜。啊，其实咱嘛会当注意到，伫这个故事内底，这个譬如内底，大汉囝伊的结局其实是开放的。安怎讲？咱若看经文，敢若讲老爸出来甲考劝了后，经文无去写这个大汉囝安怎回应，开放式的。大汉囝要安怎回应？到底是要继续留伫外口受气，还是要愿意改变心意，转来到厝里内底？耶稣把这个答案留予听众来家己做决定。你到底是要亲像这大汉囝继续留伫外口，还是你愿意改变你的心意，转来到这个厝里，和细汉囝、和老爸做伙享受这个快乐？听众必须要家己做一个决定。我想这个听众，包括当时的法利赛人、经学教师，包括咱即马的每一位，当咱在听这个上帝的话、信息的时，咱嘛家己爱做一个决定。虽然无写出结局，但是我想咱心内当深深知影，耶稣的愿望是每一个，无论是亲像细汉囝的、亲像大汉囝的人，每一个人拢会当愿意改变心意。愿意入到厝内底享受上帝的恩典。第三，咱要做伙来看这个譬如内底老爸伊的情景。这个老爸譬如内底，这个老爸伊无放弃伊任何一个囝儿。细汉囝离开厝的时，伊规工在等待伊倒转来。20节的经文安尼讲，老爸看到伊就满有怜悯，走向前去，甲伊揽地，直直甲伊浸。老爸一直咧等待这个细汉囝会当搁倒转来，当伊真正倒来的时，伊嘛无条件搁一概接纳伊当做囝儿。也当这个大汉囝伫门的外口咧受气，毋肯入来的时，老爸嘛无放杀伊。老爸出门去，主动出门到门外口来考劝伊。28节讲，老爸出来劝伊，老爸总是主动咧敲找伊这失落的囝儿。伊其他伊的大汉囝也会当回心转意，改变心意，会当明白这个老爸真正的心意，会当接纳伊这个失去佮得到的一个囝儿的小弟，也会当做伙来享受伫厝里这款的欢喜快乐。我想咱的天父上帝也共款，亲像这个老爸共款，无放弃任何一个人，愿意接纳每一个人。彼得后书第3章第9节安尼讲。伊无愿意有一个人沉沦，爱人悔改。耶稣咧讲伊一生的工作的时，伊嘛安尼讲人子来为着要敲找拯救失丧的人。上帝在敲找也接纳每一个囝儿转来到厝里，这是伊对咱的心意。这也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所要完成的一个重要的使命。上帝在等待咱。
上帝的愿意接纳咱，无论咱伫啥物款的境况内底，只要咱愿意倒来到厝里，上帝就要搁一届接纳咱。第四，咱要做伙来思考咱今日听的这段经文内底，咱到底是较属伫对一个囝儿？即摆的人拢真注重健康，真注重做健康的检查，帮助咱，互咱知影咱身体对有毛病，对需要治疗。相反，伫咱的属灵的健康的检查嘛，真重要。互咱会当反省来检讨咱的属灵的性命到底伫啥物款的境况内底，咱和上帝、和兄弟姊妹关系到底是毋是真健康？是毋是有啥物所在需要来调整？譬如内底这两个囝儿，咱都咧讲的，代表两阵无共款的人。上时伊嘛会当代表咱生命内底两种无共款的状态。有时阵，咱会亲像这个细汉囝共款，想要照咱家己的意爱去过咱自由的生活，结果是离开上帝恩典真远。做时阵，咱会搁较亲像这个大汉囝共款，咱感觉咱真好，做了真完全，是顺服上帝命令、上帝所听的人。所以咱怎产生侪对别人的论断、批评、指责、无接纳伫咱所参与侪代志顶面，会变做爱比较、爱计较，无明白家己是上帝囝儿，煞甲家己当作是奴隶，亲像这个譬如内底大汉囝共款。所以有当时会提到咱，虽然咱伫这个教会这个大家庭内面，总是咱却是离上帝心意真远，失去迄个真正做囝儿应该有的平安喜乐。主要所通过今日这个譬如在提醒这两阵完全无共款的人在向因发出一个邀请，耶稣在邀请这冒税和歹人。因就亲像这细汉囝共款，愿意醒悟，愿意悔改，定心转来到上帝厝里。上时耶稣嘛在邀请亲像大汉囝这个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因会当明白上帝心意是啥物，会当学习去接纳遐因目睭中看做无完全的罪人，毋是佮甲因论断，佮甲因排斥，甚至最后互家己留伫厝外，失去上帝束缚。我想这是耶稣通过这段的譬如，来提醒咱每一个人，无论伫啥物款的境况内底，拢通袂记得，爱定心找回咱和上帝正确的关系。这个譬如用老爸和囝儿内底描写人和上帝的互动，这就表示讲，咱基督教的信仰真强调这个关系。关系包括人和上帝这个直的关系。也包括咱人和人中间、兄弟姊妹中间这款欢的关系。比如中老爸，伊较望甲因的两个囝儿会当建立一个亲近直接的关系。像是伊嘛期待伊的大囝会当接纳这个对错误内底回转回来、悔改的小弟，会当做伙成做这间厝内底的一份子。所以愿咱会当对。今日所看这个譬如，做伙来学习，咱通过有稳定的读经、祈祷、灵修的生活，来明白上帝的心意。知影上帝爱咱怎样行，知影上帝爱咱怎样去对待咱身躯边的人，也会当做伙来学习，通过彼此相听、互相服侍这款的行动，来当做伙来体会，成做上帝囝儿迄款的平安甲喜乐。上帝已经对咱发出转来到厝里的这款的邀请，无论咱是啥物款，也是对一个囝儿，上帝拢欢迎咱会当转来到厝里，结束这个流浪的生活，享受成做囝儿，也互相成做兄弟姊妹这款上介好的福分。愿咱也当因为上帝话，这个提醒，这个帮助。成做上帝所听的囝儿，真正伫这款的身份内底，享受上帝所享受逐款的恩典、逐款的美好。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感谢你通过你的话来成做阮的提醒甲帮助。主，阮做时阵，亲像这个细汉囝，
爱行阮家己所要行的路，直到离开你远远。阮做个时阵啊，亲像这个大汉囝，感觉家己真完全，掠家己做义来论断批评别人。所以要恳求你来赦免阮，无论阮伫啥物款的境况内底，当阮愿意悔改的时，恳求你搁一届接纳阮，诚做你所听的囝子，也互阮伫含你这款真实含义的关系内底，会当享受迄款诚做囝子真实的平安甲喜乐。互阮的服侍无搁诚做是重担，阮的服侍是诚做对你的听的一款的回应。主恳求你，教阮每一位上甲伫底，因带带领阮头前人生的道路，时时有你的帮助，有你的祝福。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这是要甲上甲吟诗圣诗245首，圣诗245首，咱起立来吟。我情哪样失迷，我情哪样失迷。请坐，咱这时
要来奉献，用奉献继续咱的礼拜。会众请起立，咱来做感谢的祈祷。是阮的主，感谢你今仔透过杨牧师的讲道，搁一遍让阮来提醒阮到底是迄个细囝还是大汉囝？主，阮知阮拢是无完全的人，但是上帝，你迄个长阔关心的听，恩典满满伫阮的中间。主啊，阮只是要来领受你的恩典。阮更加要紧，阮要甲你建立迄个亲密的关系，愿意甲家己啊，无论伫金钱、伫财情、伫我的一生，拢奉献伫主你面前，愿主你甘纳来使用。阮来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下一个报告，本主日于大港节第3主日点到第3期的知识的蜡烛，代表喜乐，互咱搁一遍因为经历主耶稣基督为咱来降生，互咱对罪恶中会当得到赦免、讨白，甲真正的自由，享受真正喜乐。本年度有侪圣诞节庆的活动，刊登伫咱的周报内面的第15页，请咱大家会当关心来倒，并且利用文宣的单张，
会当去邀请咱的亲戚、好朋友来参加咱教会所举办的活动。第二，本周的特别事工，本主日为总会所定定的退休传道师奉献主日，呼吁兄弟会当搁较侪会支持总会团福的关顾在职，也是退休的牧者的夫妇，以及牧者伫当边极难的救助等等各项的事工，咱用实际行动来陪伴、疼惜咱的牧者。第三，伫社青的即个牧区事工，伫咱佮继续来即个拜六1点加6点半，咱伫教会一龙的走廊要举办你好相连暖心即个圣诞村一个真温暖的活动。即内底有一个义卖活动，有内容有甜心就是甜点茶饮文创福音。这衫、服饰、游戏、打卡等等等等，透过这个届活动的所有义卖，咱拢要专属来关护社会福利团体。咱邀请所有兄弟斗阵来参与，斗阵为疼来发光。2020年的岁末的温馨年菜送到厝的活动，就是咱每一年伫咱新增。社会基金会，咱拢会望咱的兄弟伫即个过年的时来支持一份的年菜组合的方式，带这弱势家庭甲长辈会当满满的祝福甲关怀。今年咱计划伫关怀家庭的户数有127户，每一份有10份的年菜。因为咱伫过年的中间，咱就无过去送餐，所以10份摕伫遐，伊就家己烫，安尼烫干咧烫了，去加热才去食这物件吼。所以咱拢会当来参与这个活动。每一年的份的年菜是1200块，无限捐款的金额。现金捐款，请咱接下咱教会办公室的陈美心干事，也是咱基金会的刘丽珍小姐吼。咱这个活动到正月20要来截止。具体的关怀，在咱本会陈设比张老娘和编辑会伫12月7日伫洛杉矶家中来安休主怀，愿上帝安慰遗族。接煞真紧，咱正这个设教100周年，即卖已经进入110周年的纪念。为了纪念本教会设教110周年，甲推广正确合一的台语读经，咱特别印制。110周年的纪念版现代台语的译本，汉语版的圣经，一本900块。咱即届邀请咱的会友会当斗阵来买，你来买的时阵，咱伫伊的圣经后壁，咱会当甲你烫金，烫你的名，会烫你的名，嘛会当做一个真好的纪念。欢迎兄弟会当预购，当交费用，到12月28截止，来甲咱9楼的这办公室的干事来接洽。这是以上的报告。咱有为了这个有一个影片，咱来看。为了要纪念相连教会设教110周年，也推广正确合一的台语读经，特别有来设计110周年纪念版的现代台语译本汉语版的圣经，一本900块，会当将咱的名印伫顶面，欢迎咱兄弟当来登记购买，顺续交钱。截止的日期到12月28。想要购买的，咱会当找9楼办公室的吴主任，还是王干事来做登记。好，报告以上，接下咱来请杨牧师来欢迎来宾。我搁做简单的一个补充的报告。伫咱周报的第6面倒手边下骹有一个社青牧区的事工，大多拄则有报告，总是代表社青牧区甲咱做邀请啦伊这算社青牧区今年的圣诞活动做一个较特别无共款的方式，
以往咱拢是较内聚、较家己欢喜迄款的形式哈。今年要望通过这个义卖的活动，会当将咱对上帝领受的听甲稳定，含有需要的人做伙来分享哈。是伫这个拜六要来这个拜六的下晡1点到6点半，伫咱教会1楼的走廊哈。因社青因拢做真好的设计准备哈。但是即马就烦恼无人来，所以鼓励咱咱特别若附近，咱时间有方便，咱拢会当做伙来参与来支持即款的活动好，后伫遮嘛来介绍2位今日和咱做伙礼拜的新朋友。第一位王文良兄弟，王文良伫这个所在伊是迄个邓林明弟兄伊的朋友啦对美国回来真欢迎你。第2位戴玲姐妹伫这个所在咱悠远欢迎伊伊悠远是国外回来真望会当带伊还未信主的大家大官做伙来教会到咱等下2位新朋友欢迎恁到外口的贵宾室咱有同工会当进一步的接待你们好，安尼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听阮的上帝，感谢你常常通过你的话来成就阮生命的提醒甲帮助。你提醒阮，无论阮伫啥物款的境况内底，你拢无放弃阮，你拢无放弃阮，你拢爱阮，倒来到你的厝里来领受对你来稳定，对你来祝福。主，恳求你，甲阮每一位上下弟弟，主，阮也特别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你看顾保守每一位。互因身体欠缺需要，会当通过医药、通过医生得到好的医治甲帮助，但紧紧来得到恢复。主啊，特别纪念蔡牧师、牧师娘因的家庭，恳求你也伫因的软弱内面加添因教育的快乐、教育的稳定，互因会当紧紧来得到恢复定心得到快乐会当和阮做伙来服侍你。主，阮也将阮教会伫年底做事工咧进行，以及明年度做事工要来推展，恳求你也甲阮所记忆的上下弟弟，愿通过这活动事工，会当成做福音的出口，成做更较侪人的祝福甲帮助。将阮一切欠缺需要，用你来摆列，恳求你用你丰盛的稳定慈悲来款待阮帮助阮。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最后咱要来上映，咱起立来念上映后，咱要请牧师来做祝祷。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相通，扶持帮助，常常甲咱大家上下弟弟，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们。请坐，
灭道社温，强受摧欠。